食饭食到饱，人生才快活。欢迎收听开讲广告拢会通，卫生卫甲爆米香的爆米香来卫生。我是真久无广告，就会真艰苦的阿轩。欢迎回来到囡仔故时间。真久无分享故事啊！这摆要分享的是一个真久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叫做《白菜七》，相信是真侪听众的共同回忆。跟小酒做伙，找一个上舒适的位，故事就要开始咯。足久以前，有一个少年，因为伊是厝里第7个囡仔，所以大家拢叫伊阿七。伊是一位极富皮皮的少年，定定会讲白贼来创治别人，所以大家拢叫伊是白贼七啦。有一天，阿七去偷摕隔壁阿叔的一只鸡仔，就是为着要看阿叔受气的时，心光火刀，掠光的模样。但是不可避免的是，互隔壁的阿叔关入去仓库内底。搞死囡仔宝，好好反省，知影毋对才会当出来。风吹咧，对仓库的人旁透入来。边边的叶啊，嘛对咧飞啊，有淡薄仔凄凉的感觉。但是阿七伫仓库内底，若无反省，阁想到一个创治阿叔的方法。伊甲涂骹的叶仔捡咧，用草甲因创做伙，变做一领衫。做好了后，伊就伫无够4平的仓库内底装来装去，真紧伊就大粒汗、细粒汗，热死！讲爽笑，手称呢，哪有可能热做这个型？所以看守的人就去通报一件神奇的代志啊！阿叔啊，随着点完阿七过去问，阿七甲迄领叶仔衫穿伫身躯顶，就是我这领叶衫，伊是我的宝贝呢，甲伊穿伫身躯顶，保证绝对温暖哦。阿叔啊，真信道，就开钱甲这领衫买落来，叫伊的查某囝甲伊收起来。过几工啊，有一个寒流来啊，阿叔啊，烫巴体，甲迄领叶仔衫摕出来穿伫身躯顶，就去行厝边啊。结果就是因为衫穿了无够，煞得着感冒啊。伫面床顶摕几6个月才好起来，阿叔啊，就伫心内咒绝讲，绝对袂阁相信阿七啊。阁无几工，阿七咧替人放牛的时，坐踮树仔顶，脚害咧，感觉真无聊。忽然间，伊看到庄内上稳当的稳固船长来啊！伊的目睭射过来咧，有啊！伊甲伊藏物件的满地摕出来，甲内底的物件轻咧，对已经行到我伊正近的船长大声喊讲：“船长啊，我找到会使治疗你稳固毛病的法宝咯！”敢是真的？因为是阿七讲的，所以船长有咧抽拄内底的真实性。当然是真的。我特别去求来的呢。船长看阿七讲甲敢若真的，决定相信伊。船长啊，你就只要入去这个布袋内底行3步路，就会正常哦。船长入去以后，阿七就摕伊的腰带甲袋仔锁起来。看船长伫内底像无头好神，无法度分辨方向，四界弄。阿七，我要出去，紧放我出去！船长是气甲规巴都火，
却是无法度。哈哈哈哈哈！船长啊，等一下啦，我感觉伤好笑啊！这尔啊戆的代志，你嘛相信？我实在是笑到巴肚足痛的啦！阿七看日头要落山，就紧甲牛赶倒转去，无去管船长啊。最后是船长的弟仔去挂到一粒正大的石头破去啊！船长因为稳固，年岁阁大，长时间伫布袋仔内底忍，伫厝里休养要半年，才慢慢好起来。船长就伫心内暗暗啊咒抓，绝对袂可相信阿七啦。年尾的时，阿七就用头家予伊的年终，买一寡酒甲肉，还阁有过年需要的红酒，转去到厝里，伊食好饱，啉好欢喜了后，倒伫咧椅条顶，困眠。伫眠房内底，伊甲长咧烧的油灯弄倒啊！四界大满春联代表喜庆的厝，真紧就烧起来了。阿七闻到草火搭的味真重，感觉空气愈来愈烧热，搁较水茫茫嘛行一条清醒啊！伊三步做两步走出去，大声喊讲：“火烧厝咯！火烧厝咯！大家紧来斗相共！”庄仔内的人听到阿七安尼话，就是伊搁甲人创治啊，拢无甲插。落尾，阿七因兜真紧就互火烧做灰，一丝仔都无剩啊！阿七跪伫咧伊的厝头前后悔，后届我绝对毋敢搁甲人骗啊！好啊，故事讲到这就差不多。刷落来是故事的分析。白贼七这条故事有真侪种版本，伫各种族群中用无同的方式流传。像讲西洋的放羊的小孩，客家版本的碰风七等等，嘛有真侪甲白贼七相关的电视剧，有侪的方式。小常的就是白贼七用伊胡蕊蕊的喙创治所有的人了后，甲别人对伊的信任开互打，所以致使伊需要帮助的时，无法度得到伊需要的。嘛有一个讲法，是讲因为这条故事，所以互白贼七成为台湾日常生活的用语，专门用来代称很会说谎的人。总是白贼七这条故事是咧劝解咱人唔通凊彩讲白贼，若无到尾啊自食恶果就惨啊哦。好，讲到这时间嘛差不多啊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了特别紧，来准备甲大家讲再会啊！若是阁想要听阁较侪内容，就请恁甲追踪起来。YouTube 频道嘛爱请大家替阮按赞、订阅，然后甲亮亮泡开。爆米香来卫生，后届再会。